西方的医学观念伫台湾也未普遍进前，人咧无爽快时阵，就会走一逝汉药房，甲药啊解决病痛。所以早前地方的汉药房是比即卖的便利商店也搁较济。阮即间中药店是阮阿祖林灿庭在咧青条尾啊，开始做这个药房当初双溪人口真济，中药店嘛真济间，有10几间。双溪迄当阵就是即个矿业足发达的所以出炭坑的人数嘛足济，所以因拢会来买这大七二产。七二产是中气产，因为因爱挑东气爱回来去做这粗重的炭坑的代志。较早学这个中药都要请迄个汉药的老师来遮店的带，每工甲你教这药册，你爱去背，背了记在头壳内底。比如讲，四君子吞中和剂、酸栀茯苓甘草比，会加香砂维生素就变做治胃病的药啊。有一寡病痛，若是安怎拢医袂好势，人就会去问神求药签。所以早前的汉药房，除了爱晓夹药方、认药材，也搁爱有一本药签册，通好来解读生命的知识。一本药签册记录什么款的时代故事？汉药房的存在，甲台湾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？一蕊金银花，2两倒秋芳，5年下5钱，甘草用半丛。往事兄一暝，相思逝2工。望君早当归，莫做无情人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嘉豪，欢迎收看《这是台湾款》。我拄则念的这句的歌词是詹雅文一个叫做《爱情药单》内面的一段歌词吼，也讲到这金银花啦、倒秋芳，5年是咱平常时啊正时常会食到这个药材，而且亲像阮兜的冰箱一拍开，内面就枸杞啦、红枣、当归、青桔这个物件，也是咱时常会当食到呀。也讲到这是药材，也是补品，不过咱人拢无爱食药啊。不过这汉药房甲咱的生活当中是有真深的牵连，甲真深的文化伫咧拔掉的。咱今日邀请到2位专家来到咱客厅要来开讲。头起先要邀请是咱来自咱嘉义大拿泰成中药行的第3代头家柯开兴，柯头家，头家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拿泰成药行的第3代，我叫柯开兴，大家好。第二位要来邀请的就是来自咱宜兰广生药房的第4代，咱的周东干周医生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宜兰广生药房第4代传人，我叫周东安。既然讲到中药房汉药房，一个是来自嘉义大拿，一个是来自咱的宜兰地区。想要请教就是头家伫嘉义大拿迄个所在，恁当初开这间汉药房伫迄个所在，有啥物款的迄个意义，还是讲经迄个所在为什么？因早期伫大拿的时阵伊中药房特别多，会超过50间的中药房。大家是讲，这个所在有中药房，一定是跟怎么一定有一个时代背景无同款。早期大拿营区，跌打损伤嘛，气象改物的拢足济。慢慢大拿拄是咱的交通的枢纽位置，南来北往拢足济人伫遐经商做生意，人靠聚集之济嘛，商人多，大家就开始有这娱乐的场所出现，情色化的出现，所以顾身体，气象改物的，查甫要食，拢伫中药房。所以中药房伫大拿就开了有够侪间安尼啦，所以早期阿公就选这个所在是做一只做营业安尼啦。安尼亲像周头家你咧，恁经伫宜兰迄个所在，听讲今仔日其实有炸真侪只古相片要来甲咱分享，对无？是这张就是咱伫阮药房内底的古相片，这是我的阿公，后的3个阿姑啊，因为以前的中药房是足无用的，要拆药啊。要烹药啊，要切药啊，搁泡者啥物的，拢泡者拢爱家己做，所以咱遮的阿姑啊啦、阿姐啊，拢爱大家斗相共，这就是迄个时代的药啊。后一张呢，就是其实阮的药房呢，是伫宜兰市的市中心，嘛是一个交通最重要的所在。外口就是公车的车牌啊，伫迄个年代，还佫有3轮车的师傅，
这就是三轮车的师傅伫阮兜的外口的相片安尼。遐个师傅就会来啉茶啊、做便所啊、画金啊、洗金啊，拢伫阮兜外口遐处理。啊，这张是看诊的这个刀啊，看诊的刀啊，看诊的刀啊。哦，啊，你看这后边是卖西药的。哦，卖西药。卖西药的，因为伫以前的迄个年代，阿公的迄个年代，政府伫杀这个西化的政策，就叫阮的这老先生啊，去卫生局上课，上课了后一个简单的考试，考过啊，就互你个西药的药牌。所以阮兜有一段时间呢，是中药嘛有卖，西药嘛有卖，所以就是双边卖了。双边的，双边卖了。啊，这先生是对待来的。像阮兜以前就是请一个先生去看，啊有的药房嘛会请赤脚先啊，赤脚先啊来看，系啊，后边迄有的人是共乡的，阮是周修人嘛，共乡来开讲的，来讲生笑的，安尼无一定是来看病，因为真侪人来中药房是一个人情味。台语嘛有讲一寡，就是讲有牌甲无牌，啊，想话一种讲款较讲是无牌叫做赤脚仙啊，是安尼讲是毋？对啦，赤脚仙啊是一个讲法啦，啊，其实伫阿公阿祖迄个年代，我无穿鞋仔的人足侪啦。其实伊就是比人甲平常人读较侪药册，较知影较侪中药的，啊会晓开一个药方的，安尼去甲人服务，就叫赤脚仙啊。这就是我阿公丢顶开，啊后边就是阮另外一边的，拢是中药的药柜啊。这边就是中药这边啊。虽然迄个时阵中药西药拢有伫做，但是嘛是较中药，若是咱的重心。就是汉药嘛是阮较重视的部门安尼。啊，那会经第几来这个所在？这个药房的创办人是阮阿祖，是阮阿祖。阿祖迄个时阵，其实咱是周修人，阮是广东汕头人。周修人有一个传统，就是阮18岁就要去外地拍拼，选你想要拍拼的所在来去趁钱。到过年的时阵，中秋节的时阵，再甲钱寄对厝的，互厝内大细某囝来使用。平常时拢伫外地做拍拼。我的阿祖就是选择来台湾宜兰遮做中药的生理安尼。以前足辛苦的，无讲一来就有店面啊，爱用担中药材，去装卡，担中药材去市场，去市场去卖叫卖，问讲说你需要枸杞无？你有需要红枣无？安尼就是足辛苦的。十几年了，才有法度租一个店面来做中药房安尼。其实咱台湾民间啊，讲到食药啊吼，人讲吼食青草，若食着药，青草一叶；食唔着药，人参一招。即个青草药啊，甲即个人参吼，其实伫咧台湾的民间内面啊，拢会认为讲，其实人参伊应该是偏向敢若亲像汉药的。其实台湾有真侪青草啊，吼，就是路边发的迄几个青草啊，迄青草拢有伊的功效。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是差伫倒位？本草备药内底吼，讲的拢是咱一般的中药吼，君臣佐使遐物件。咱青草药啊，讲的就是咱一般咱装卡看会到有种的所在，有的就家己看咧迄。所以会使简单的处理啊，吼。所以青草一般会较俗为主，吼。你来讲，军事药因拢是于大陆迄边进口过来吼，其实伊的成本拢加足悬的。所以其实食青草药有诶，简单食一个药啊，伊效果就足好呀。当然，你食歹其实嘛是有啦，吼，所以你要用足侪药去做调养安尼。所以青草甲中药其实嘛是有一寡差异的分别安尼啦。青草一般拢是讲较冷做治疗的，伊较无去保养身体。中药一般就是拢以军事药啊，吼，保身体为主安尼啦。当然青草药啊，甲中药其实有诶是共通的吼，是讲紫苏、薄荷、好香杏迄，拢是共款的共用的。伊安尼顺续请教头家，就是讲，咱即马这个汉药材、这个材料药材吼，有搭几种其实是咱台湾即马目前家己会当生产的。会使生产的大部分吼，拢是青草药为主。吼，咱讲的即马中药拢是以道地药材
吼，当地的地形气候、土壤甲水会影响伊的药材品质啦。吼，所以咱种药啊，毋是讲袂使种。是种来台湾了，伊的土质有无？气候、水质是无共款的，药效可能无共款。尤其种咧，咱拢只上热有无？发出来外观都拢无共款啦。哦，嘿，像讲顶边我种过红花，红花种一般拢是红色的吼，红红橘色的。啊，台湾种的毋是变黄色的。哦，黄色啊，比较菊花。吼，是拢无共款，你知道吼？所以咱我家己种过，感觉是无共款的物件，所以咱拢讲用道地药材，所以。大部分的中药8%到10%拢是由中国大陆迄边走过来，吼。啊，咱这边会使种的，就是用草药为主。草药就是因种了几个月就使收成啊，对无吼？伊的紧啊，所以伊干那叶啊类的较济，吼。较无就讲用来根茎类啦，来对果实的迄吼，迄点都是爱为大陆迄边进口的啦。啊，所以台湾即马其实你推出一在地药草药的吼，啊，其实台湾的品质一定是较好，吼，咱看得到。看得到用得到是拢上好，所以咱若用草药的部分吼，像阮家己利用就拢以台湾为主啦。今日有一位来自咱家己，一位来自宜兰的，一南一北，会当互咱了解到无共款即个药房文化。咱小休困一下，较听继续来讲。我要请教咱的苦头家啊，这个树木啊，敢是女性专用的药方？唔是，查甫查某、大人囡仔拢会使食的物件。好啊，一般大家是讲啊，树木啦欠补血嘛吼，是查人吼欠血较会食这，啊其实唔是，查甫嘛欠血，囡仔嘛欠血，所以有需要的人都会使食。啊，一般拢是做药膳利用嘛，其实是养生的吼，啊所以效果是慢慢啊哈，所以普通时啊就使调养安尼啦。也毋过吼，即个西药即个概念啊，是对当时你来到台湾的。其实伫台湾西药的这个概念，主要是伫日本时代传过来，因伫杀这个文化。啊，迄个时代佫有这个假药包的这个物件，但是阮的药房是伫市中心，较无这种假药包的这种药物。但是真侪药厂的药物，就会去较庄卡所在，甲这假药包啊。推广互遐个人安尼，内底就是有迄家风散啊，吼，啊，佮有八宝散啊、八宝散啊，吼，啊，佮有红药水，吼，西药、中药拢有。较近的佮有木地拉氏，吼，啊，佮有迄个万金油，万金油，好标万金油，对，都很像现在的急救箱。嘿，对。哦，所以其实迄假药标其实就是甲遮的便药啊，先寄伫因迄个所在嘛，因为就是有诶路头较。路头吊弯无法度，就是讲人若辛苦病痛，就需要随一个药啊，是。遐交通较无遐便利。对。啊，亲像恁伫迄宜兰的中山路迄顶头，等于是大街路顶头嘛。啊，当然也是足侪人来到这个所在，比如讲，哎，头家，我感觉我最近安尼颔棍安尼定哦，我感觉安尼无爽快。啊，像小番人客来甲恁讲。伊甲你讲伊的病症，啊，希望讲恁夹一个药啊，互伊时阵，恁通常拢会安怎处理？通常伊肩胛头暗啊，筋骨疼，就是会用咱的内丹有一个筋骨配方，啊，都最有效的，啊，就是啊，贴互伊食做你啊，等于安怎抓啦吼，啊，你食几工啦，食几条啦，当然食一个8条10条，都会互你肩胛头也袂遐哩暗，啊筋骨袂疼袂麻安尼。因为阮迄个所在较特别吼，咱现在较侪筋嘛，第一个跌打损伤嘛，吼气象解郁的，上药就爱济嘛，吼啊当然厝上药的药方就足济啊，啊大家内单外单拢有，吼有诶家己因兜就是组团的物件，嘛摕来互你贴，啊有就是讲寄伫遮讲，哦伊要贴时阵吼，来你讲你就来贴，所以内单外单拢有即个上药的物件，啊当然阮遐就是青色叶嘛。吼，要强要勇诶，当然这嘛是爱有需求啦，吼。啊，过来查某咧，要早生贵子嘛，吼，以前就是爱生查甫，吼，较有正宫的地位嘛，因为阮遐有青色叶，吼，啊，所以大家拢想哎，看生吼，哎，较有保险啦，所以吼，阮的种类就足济啊，就毋是讲我几项吼，还是讲咱妇科、外科吼，目睭疼嘛有，反正药单有够侪款的啦。啊，阮兜较特别，阮兜搁伫巷仔底，巷仔底就是。菜市仔边的巷仔底，啊，电脑生意较好，先话看病惊人做，隐私权嘛哈，所以大家拢讲啊，我帮你去买菜，啊，其实是看病啦。哦，早期吼是安尼吼，因为早期是中药房较济嘛，啊，大家你啊去看病时阵，大家指指点点哦，这个破病哦，这个身体歹，
吼，这个查某唔好，吼，这所以早期拢去巷仔底，啊查甫查某拢会去巷仔底买，啊等到伫菜市仔边，身体是上好的。我顺续请教迄个头家吼，在尾你的边啊有一个迄个药柜啊，伊搭写一个药，啊边个药签，这一个一个这内面迄是药单是吗？这是其实是我家己做出来的。你家己做的哦？药签柜，甲药签诗，但是我想要甲这个文化、这个老记忆，互大家了解，所以阮就做这个体验版的这个药柜甲药签，内底每一条签诗拢是用一个中药材去做代表。用伊的要食啥物镜头，要用伊的气味，用伊的口感，用伊的颜色来做伊的发想。发想了一个心灵的鸡汤。我是人手试抽看卖，看内面真正敢有药香无？好啊，咱来体验一下。好哦。这通常咱咧药签内面有几支啊？阮这体验版是30支啦。23首。23首。哦，我拌3杯，头声明讲这味会使，来我拌3杯啊，23首。23首就是咱的丁香，我拄有讲嘛，就是用一个中药材来做代表。哦，真侪代志只有家己捌，就是伫遐土大开，不如家己点点啊想。甲这就是叫你爱心静落来，甲丁香这药材敢有相牵连？就是顺气，要平心静气，甲丁香同款。你这心命有准，我需要，我需要。也亲像我即摆看到这个房啊，遮有啥大拿、高背、金灵丝，即恁大拿遐的迄个药签啦。咱请头家来小安简单介绍下，伊看遮吼，这造心土、红铁、红苍。定心哦，还有定心哦，这是小儿半贴，这是敢互囡仔食的哈？这大人囡仔拢有。哦，拢会当食。囡仔话就是小儿半贴，就是迄一半尔。可是吼，你也看到这个时阵，你唔知要听药啊，对无？造心头，即马无人遐造，要对生造心头吼。所以，哈摕到这个药方，我拢讲你要家己去装卡吼，看因兜遐造的，较有这款物件，啊无，一般人即马是无遐造的。红摕咧，就看你敢知影啥？唔知。就是鸡卵的膜啊，迄鸡蛋内膜。鸡卵膜。膜。所以中药房嘛无这。我这问。所以伊要去对摕去菜市啊，有人去买鸡卵的遐，去睇这迄个膜啊较有。红葱中药房嘛无，拢爱家己种。家己种。红葱毋是一般的葱啊哦。是哦。伊毋是一般的葱啊，敢若丁心有尔，丁心就是咱灯心草哇，12条安尼。伊内底敢若看到这个药签了，伊是干会使摕一味药啊尔，灯心草，其他拢无安尼啦。哇，安尼抽到这药签名啦，家己去找，家己找，真正找无时阵，叫伊搁再等伊拔，看会使换别个签诗无？我拔了这张，哇，一声名啦。这张就拄特别啦，这款哇，鲜虾虾啊8只吼。日豆粉3钱，赤肉2两，看了中药房嘛无你卖，这中药房你菜市仔买就有啊。看你一般就了解，这是咩？这是可能欠营养的啦，营养无够，以前的人食了歹，利用这个药签无，去买倒来食，迄新民讲的，新民讲的，毋是我爱食吼，毋是我爱食，食了就有营养啦，就是安尼。来哇，我无钱通买，无钱通买，看到这个，哇，这个药方了，加有够济味的对吧？你看到这个药方了，你可能就爱去换药啊。高贵药材，高贵药材，这一般看来敢1分尔，可能6000几块。1分啊，6000几块。你一看安尼可能，我看你应该去考虑看卖，会去换一个药签。这个药方看个一般就是恁当中风你食，清脑你食嘿啦。所以看到了以后真正有钱就是食这，无钱你真正爱去行换药方，无这有够贵的，有够贵安尼啦。所以我想要请教头家吼，通常会去拔药签的，有人讲是可能伊生活较歹过才去拔药签，敢真正有这款讲法？第一个吼，生活较歹过嘛有，因为一般药签敢若3、4味嘛吼，咱看的较少味，一般比咱的传统的药啊较少味，就基本上就较俗啊。第二个就是你心理安慰，因为你感觉你的心情无好，然后去拔药方去心灵的寄托，叫心灵的来你加持一下。
吼，你感觉心灵讲食这有效，所以心灵的安慰最重要的。啊，身体心情好，你食药就好嘛。吼，其实你心情改变了，做第物件你也无食药啊，不药而愈就是安尼。头家，你今仔是毋是炸一本就是药签谱来是让迄互咱看讲，迄其实迄药签谱内面，因为这其实咱平常是看袂到。这本是我早零写过，吼，这本早零写。啊，其实我写时阵，一般吼，咱去求药签，拢去正神。正神有无吼？阳神的对吧？这个较特别，大众爷庙。哦，大众爷庙基本上就是咱的阴庙。对。所以其实阴庙较少有签有谱啊，咱讲请鬼拆药单，吼，一般是较少安尼啦。啊，不过这大啦，这较特别。吼，啊，我写时阵先会去写一本，因为本身这个庙伊的药签谱啊，嘿，遗失去啊，就是去用借去拆药拆然后无转去啊。吼，所以尾啊，伊个庙方迄边吼，就讲伊望去借着，叫我再另搁写一本。吼，所以我就再另写。一般写这拢用毛笔字写。好，一般咱就再另写拢用毛笔字，用小楷慢慢写。啊，这本较济，吼，这本多100首。啊，伊的字较特别吼，看伊我来腾过去，伊民国24年就有啊。差不多80当前就有这个药签谱啊。其实所以这个药签这个部分早期吼，就拢伫民间里流传啊。吼，所以其实早期咱民间就这个需求。吼，不管是咱去中药房拆药啊，还是去求神明，都拢用药签。啊，当然内底讲有够侪项的吼，有机会咱就使去看者。啊，内底拢其实分声拢足少的。分声足少，基本上咱食有当时拢无啥效啦。吼，因为你遮大肠，啊，伊遮细汉，食共款当时是无正常的。所以一般咱用的时阵会去，咱讲摕伊抽第一手来吼，第一手来。啊，伊讲爱免哪用，我讲啊，你敢有跋几杯？跋几杯嘛？伊讲啊，现在爱跋杯，因为你做大汉的嘛，吼，所以你爱去求签，吼，你抽着了，然后讲啊，我爱加杯无？啊，伊也跋咧，哦，上杯，啊，表示爱加杯对吧？啊，你讲啊，跋一杯，跋，吼，啊，无继续跋，跋到有杯为止，吼。啊，我印象中上济，我看到跋11杯，本来这条啊变做大条的，对，啊，所以。迄是神明应伊的，啊嘛毋是我啊，对无？所以我袂使家己来讲，你爱几杯，我袂使吼，咱袂使做主，因为迄是神明药单，啊，咱嘛袂去来加油啊。啊，做侪人客问讲，啊，食这条食这较有效？我讲你问我无一定准，吼，因为敢若3、4味吼，其实看袂出来。吼，啊，当然你去转药的时阵吼，你爱去来好请，就是去拜拜安尼吼，啊，摕一寡金，烧一寡金纸去吼，啊，叫伊。摕一寡去车马费吼，车马费去采仙丹妙药来炼丹，炼了吼，食了就好啊吼，啊其实伊的心情就好啊咧，有啊，啊其实就是好啊，因为有老一辈讲哦，迄药啊吼，转好吼，倒出来了袂当随啉哦，神明爱派兵马来甲你下一个丹药了，你才啉，所以爱有一段可以运作的时间呐。另外咧，周头家你今仔嘛是炸2本来，听讲恁内面迄个有特别记录，有恁家己店内特殊符号是？对，啊，我今日炸的第一本是这宜兰的足大的庙，哇，一般宜兰大拜拜这东亚庙，伊这是副本啊，但是嘛是内底拢有真侪有香安的，啊，另外佫有。恁中药房的守护神，各个庙的，啊，佫有这个储魂石的，储魂石这拍开了，拢是阮兜的暗号，哦，拢是阮兜暗号，因为以前吼，你要拆，偌济钱，偌济纽，有的时无想要互人知影，阮就是记录的时阵用阮的暗号来记录这上尾啊是偌济钱安尼，嘿，啊每一本啊这百外首，分开了就知，哦，你看我阿公抄的拢是。密密麻麻，拢是阮阿公伫用毛笔写的，啊，就是上尾啊，拢有记录一个偌济钱，但是这偌济钱是别人拢唔知影要安怎看。啊，这暗号是啥？你会当甲阮讲无？会使啊，因为即摆应该无人食这吧？因为即摆拢已经透明化，无人伫听药下是无要紧。其实阮阿爸伊迄代有7个兄弟姊妹，兄弟姊妹，所以阮阿公就是用因7个名的一个字来做。暗号，像阮三哥，第三阿哥叫素玉，这个玉这个是就是第三的意思。啊，阮爸爸就是民将，这个将字的部首，就是第5个意思安尼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对。我嘛是捌去过中药房，甲阮妈妈去遐贴药，我妈妈贴迄个
补的迄个药材嘛。啊，有当时哦，像人若济，人客来哦，比如讲5、6个啊排队，啊一个就要拆5贴，吼，啊若是5个人就是25贴。啊，我看因咧拆时，迄速度偌紧的，敢若有一个敢若查着敢若不到的物件，安尼捡安尼背，最紧就甲迄个药安尼规包呢一分一分拆好势啊吼。你会当示范讲迄拆药迄个精准度偌准，互阮看卖无？这是古董啊，大一点无得用啊，无得用，大都用电子磅啊。电子磅啊，对。这叫钉啊，以前的中药切。啊。正手就是要摕这个锁啊，倒手就来控制这个秤锤。对。啊，像以前你称的时阵，你摕这个药材，摕的时阵就差不多啊，差不多这6粒就差不多，我要6钱啊吼。啊你安尼做平衡，安尼手放落就知影，啊安尼几钱就知影。所以安尼偌重？安尼就是8钱。8钱。哦。安尼就足紧的。所以就是。安尼好啊，就。甲倒出来，水倒出来。对，啊，搁换一个，搁放落，拢爱足紧的，因为以前迄时阵拆药啊足济嘛，大家拢爱赶时间，安尼就是我要1两，安尼好啊，搁甲倒落，搁换一个药材安尼，一个。所以其实伊嘛是讲称的时是抓一个太开啊，一个数量。对，一放手啊，一平衡啊，就随后一个就爱开始啊。对。也讲到一个去到汉药房要拆药啊吼，毋若讲吼，拄则讲到这个药签，看起来像是无科学，毋过呢，伊上介重要就是安搭咱人的心。一间汉药房要甲你处理大细的代志，这其中还佫有真侪趣味的代志哦。咱小休困一个，较听下继续来讲。早前的人身体无爽快，就会去汉药房夹药啊。不过唔那安尼，汉药房也佫有其他的功能。阮囡仔时代吼，很少接触到西药，平常时啦吼，感冒啊，阮拢去中药房贴一下药贴，啊，头转1、2贴就好啊。寒天人，阮爸母啦，阮阿嬷阿公因就会去贴一下药贴来填补啊。热天人吼。阮爸母嘛会去烤一寡青草啊，来做消暑。食汉药来保养身体的方法，渐渐啊，互少年辈放袂记。知影汉药房的文化有偌宝贵的头家，就想尽办法，互大家来认捌这个文化。提供夹药的体验，就是其中之一。At first, I don't recognize all of these ingredients, and after I measure the ingredients, taste the tea, it was quite a bit sweet. I just found out that this tea have a function through my eyes. It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ave that. 不过，食汉药来保养身体习惯，也个一直留伫咱的生活当中。为咱的食食就会当发现。顺仁汤就是为4种中药材落去夹的，啊有茯苓、芡实、莲子、淮山这4种安尼。台湾人较爱补身体，因为药性较温和，所以讲大家就是逐工食，哦当做安尼，敢若咧顾身体安尼。所以咱讲食补就是安尼。伫咱的生活当中。佫有虾米款的现象，甲汉药房牵连做伙的？佫有虾米款的趣味，等待咱去了解。讲到这中药材要拆药啊吼，其实有真侪眉角角。我来请教这个柯老板啊，亲像今仔讲，我今仔日要来拆这药啊吼，比如讲我要拆一个四君子汤、明目地黄丸，这拢毋是高级别的，拢是复方的就对啊啦。啊，通常这拢爱记伫迄头壳内吼，啊，这是恁拢要安怎记啊？早期咱咧背这拢是背台语的，吼，可是背台语的，其实我咧接触时阵，爸爸是安尼教，可是你台语袂当练，你知无？讲袂好势，所以慢慢啊，我去学的时阵，人老师是教国语的，吼，就讲树木啦，归地扫穷嘛，吼，东归食地芍药穿穷嘛，啊，所以当归的，也就是那个乌龟的弟弟很，因为嫂嫂很穷嘛，归地扫穷嘛，啊，过来四君就是生主灵草。好，生主灵草，生主青主有无灵草，然后就是黄芪加肉桂，奇怪，所以是四物加四君的变
啊，佮就是八珍嘛，八根加黄芪加肉桂就变十全，所以就是桂地芍芎生煮灵草，奇怪安尼就好啊，就背了啊。哦，所以用一个最特别的吼去记这个药方的名，吼你就记得掉，啊无你若讲真正豆味叫，其实你也袂记哩。所以用一个简单的记忆法啦。呀，当然啦，恁一定有家己恁汉药房家己的迄个秘方，就是内单。安尼恁内单是熬搭一项啊？嘿，一般大吼拢叫外单嘛，吼，大家就是应该是祖传的物件。啊，伊来贴话就提走啊，伊嘛无你看。啊，有的就讲啊，我都拢食了助效的吼，我介绍人食，伊就是伊的外单会寄入阮兜嘛有。吼，这是第二款。啊，第三就是咱帮伊看病，有无？啊，那咱的专业技术用伫内底，啊，食了有效果的，迄叫内单。啊，早期因为阮迄个所在拢是青色叶嘛，妇科问题很多的，所以阿公迄时阵就拢研究妇科问题。吼，查某的一寡查人病，吼，所以其实阮兜是妇科问题啊，甲筋骨的问题较侪，因为迄个区域性的关系。安尼恁伫咧宜兰大路边的，这应该是各种宜兰就整拢内单吧？对哦，啥物款拢爱有，就是筋骨的筋骨酸痛麻的嘛爱有，啊，佮有做月内的，嘿，孕妈咪嘛爱有，啊，佮有顶骨的嘛爱有，啊，佮有伫城市内底爱食物件的，粉公鸡汤啦，胡鬚鸡汤啦，灵芝鸡汤啦，啥物款的汤头的这个好食的。药汤拢爱有咱的内单来甲因贴安尼。搁再来就是寒天啊，足侪人拢会食补。你看外口的什么十全大补汤啊、补东补西补脆康吼，敢是每一个人的体质拢适合食补？其实食补拢会使食，不过唔是同款一个同款的补。吼，你大家人的体质是无同款的，所以一般食咧。你讲的缩开对无？迄就是袂合嘛。吼，所以其实你也要食补，你也唔知你的体质，吼，其实食咧，你就马上有反应啊，所以你也真正想要食这个物件，其实中药房会使帮你客制化制作。你的体质袂合嘛，所以咱会使去做改良，改良甲你会使食，啊无你嘛会使去中医师吼去看过了，伊会使你来你分析过你的状况是安怎，食什么药汤较适合，是会使食，不过是爱看体质食。其实咱在这现场啊，其实有差真济。除了药材以外，吼，这就是恁专家的技师啊，吼，就是讲，是毋是咱请头家，就是咱人甲咱介绍，就是咱放在咱面头前，这就是应该是讲要切片啊，是创啥的这药材，因是安怎使用的？这台吼叫鹰轴。鹰轴，嘿，碾船，碾槽，啊，就是药材啦，放入了，去磨做粉安尼啦，嘿，啊，磨出来了，伊就是来用出来，粉就抬过，用台台过了，啊，粗的继续搁放咧，继续搁磨，所以伊是用骹磨的，嘿，用骹，啊，当然有诶较细台是用手磨，嘿，用手磨，啊，这是用骹磨，啊，磨就是慢慢啊清出安尼，啊，这台叫北剪。北剪叫北剪，啊，这台吼叫南剪。嘿，其实就是台湾的区域的不一样呀。台北的北部的叫北剪啦，北剪伊较细台，较好收。可是伊你啊，做细台其实较歹切，你知道？嘿，较无好施力啦。啊，南部就以加工为主，吼，像讲南剪对吧？吼，伊大台较好切，吼，手势较好用，吼，啊，你有人。就是头顶一台安尼切尔，所以加做方便咧。啊，伊快速方便哈，啊不过伊占空间啦。你啊一台放伫门口根本就无得进出，你知道？好，所以你看，除非这放一台细台吼，要切就有通切。啊，咱南部是加工的，吼，切了啊送来台北，伊就现卖就好啊。所以南部拢有趁咧工钱，所以拢用南剪较济，啊北部用北剪较济。啊，因为有当时啊较要切，啊所以较好收啦。不过伊就较歹出来，差伫遮安尼。有要示范切互咱看一下无？好，开心哥。好，这其实吼，这咧切时阵，当然南剪甲北剪伊的切法是差不多的吼，啊就是安尼。头家，你即马手摕迄支药材是啥物？葱蓉、肉葱蓉、嘿，肉苁蓉有无？补肾壮阳有无？啊，愈大支愈用有无？哦，更较用嘿吼。啊，这其实一般咱切吼，你也要切水吼，片落水，其实你手就爱放伫边安尼吼，直接安尼切来安尼，伊较会水。吼，因为切落来时阵，伊就会使变高，吼变高，所以咱爱切到水，你啊像安尼，你也无拿手放伫下骹对无？你切就是大细地，就切袂水，啊，所以一般咱的手会放伫内底安尼吼，来切安尼哇，来切。
安尼切安尼切。哦。伊就安尼，好吧，就一片一片薄薄安尼。嘿，就是伊的切法就是安尼。啊，其实南煎北煎的切法是共款的，是较好切较歹切安尼尔。迄切起来我外薄我看者。对，切安。哦，真薄呢。你拄仔讲有迄个影做，吼，啊，搁一个切片。啊，另外还有一种是用对的，吼，啊，就是讲这药啊，伊的形态为什么爱做这么侪种啊？切片就是你伊接触面积较宽，吼，较会出味嘛。啊，尤其是有较有木头的迄种木头，你也无切开，其实内底你钻的时阵钻袂出味嘛。哦，钻袂出味。吼，钻袂出味，所以吼，咱切片就是增加伊接触的面积，互伊药效较紧出来。啊，蒸破嘛是，因为有的药啊较甜，像讲你当啊，伊摕迄种。草果对吧？哈，伊也规地时阵内底根本包咧嘛，你无度煮出来，所以伊就蒸破了对吧？伊药味较会释放出来啊，所以就是伊的不同的无共款的器具，就是做伊不同的方式，主要是都没有增加伊的接触面积尔。哦，所以我嘛知影讲有一种药材叫做是杜仲，吼，是乌乌一块的吧，伊爱甲压，压了扭的时阵有迄个胶，所以就是中央就是迄个胶，所以伊爱骨头扎就对啊。哦，原来就是要增加伊甲迄药啊伫咧钻的时阵，迄个接触的迄个面积就对啊。哦，原来，尼我搁再问哦，就是讲，因为恁毕竟恁厝里拢有这药材用方嘛，这药材比如讲恁进货入来了后，恁爱安怎去家保存？早期进来是拢规地，吼规地吼。咱若要用就是爱先拍过，吼拍过。啊，有诶以前咱较无讲究，就是咱诶，就是讲说爱袂使熏硫磺啦。以前拢会使熏硫磺，啊，熏硫磺主要就是伊会使防虫，吼。啊，第二个就是保鲜啦，伊帮啊，迄种虫袂接近遐嘛。啊，当然要用诶时阵，你也拍一个日头，伊就味就走去啊。吼，所以伊诶作用是安尼。啊，尾因为咱台湾湿气出重诶嘛，吼，所以早期拢是安尼保存。啊，尾咱即马较养生嘛，较注重啥物？硫磺的一寡问题，所以咱就爱用冷藏、冷藏的部分，对无？所以来保存咱的药材。啊，当然，咱即摆药材是规斤的、精装的，对无？伊的保存就较好，较袂接触到迄种空气啦。啊，来了其实咱爱佫有诶，咱爱拍过，吼，啊无是爱放伫冰箱底。啊，过来就是恁兜爱开空调，吼，开空调去吹，所以伊会使保存的效果是较好安尼啦。系啊，因为台湾伤热，佮伤湿，热甲湿就很容易发霉。所有的这个药包啊，摕去厝了，都一定爱冷藏，冷藏的延长伊的这个保存的这个时间安尼。恁敢会去收集药材啊？你讲特殊的迄款药材，恁敢讲啊？有看到就买，还是讲啊去捡到也好，还是啥会收集无？捡到物件其实最少，除非你讲咧闪退有无？基神咧话金蝉脱壳，迄你捡到。啊，基本上草药啊加减下尔，可是你也家己一个工去收集，其实是袂好，你知无？吼，所以其实别人收集互你的是较紧。阮阿嬷以前是拢会捡迄个柑仔皮啦，柑仔皮，系啊，啊连根壳啦，连根籽啊，啊，你讲要钻地来啉安尼啦，或是退火啊、治嗽啊，啊，搁伊就是好日节时阵会去缀迄个五时水。哦，五时水，五时水伊讲伊缀落会使放一年，啊。啉落对身体较好，但是伊叫我啉，我拢唔敢啉啦。我拢讲迄个水放一年啊，我是唔啥敢，我啥敢啉。伊若是做囡仔伫咧中药房，伊讲有啥物款的福利，还是讲甲你的同学是无共款的所在？中药房一般你看到全部拢是药啊嘛，你会使算的嘛是药啊。逐工摸的、逐工片的，全部拢是中药。吼，你也是讲你做米厂会比你药内底的，以前药是规地无，你米内底无你可能佫找袂着你啊吼。所以早期的生活较无共款，啊，所以阮以前就拢要食中药吼，啊，零食嘛是中药嘛，因为阮无妈妈袂去买零食，因为做者中药，你讲山楂丸啊、山楂饼、甘草啦、甘杞、红枣，迄拢会使是摕着会使食，所以吼，阮袂去买零食，啊，我零食较特别，因为阮妈妈。我爱我食零食，啊，咱爱食较有味的，我就去食酸啊，吼，食果粒啦，食洋酸啦，迄就是我零食。咱无度去买零食，可是咱会使食酸啊。现在输人心善，人的细细啊是食一寡，就是咱讲的迄垃圾食物，你是咧食酸嘛吼？啊，当然啊，咱拢会认为讲吼，伫咧汉药房内面食头路，即个头家娘吼，因看起来吼，迄个皮肉足筋骨啊，看起来足澎湃，身体足健康吼。阮拢有一个迷思，就是讲，这汉药房的空气内面有这药啊味，是毋是素质身体就真好咧吼？其实咱台湾对这汉药的使用有种种的迷思，也讲到这寒天要到，真侪人
人拢会食补，到底是咪任何每一个人拢会当来食补咧？咱小休困一下，确定继续来讲。柯老板，我想要甲你请教吼，这影做你即马这影的这是要甲中药材，就是做到什么款的程度？一般要用这用的时阵，就是要让影个变粉。哦，粉哦。影做是要影粉用的。早期无电动的机器嘛，所以影粉唯一的机器就这台。嘿，这面使用就是咱安尼打。这个姿势是上轻松的哦，安尼坐咧打。吼，打怎啦？遐打油的物件清出来了，咱用台踩过，搓倒咧，继续搁打。嘿，这是上简单的。有的人要较紧的，会使哩。有的讲，头家会使较紧的，咱就爱用较紧的方法，免较紧。咱用咱家己体重去做地，好，所以咱用两条椅啊，两条刀啊，揢入了人搭起哩，安尼安全嘛，对吧？安尼搭可是搁加体重起哩，好，安尼搭较紧。第三项上高的，就听人讲的话，一支锤啊，无，也咧用体重去搭迄个，吼，迄愈紧。吼，迄就是慢慢啊，你啊功夫到遐时阵，就使无较紧的。头家我小问一下，迄个影粉这药粉啊，是要食还是要转的啊？影粉的其实直接摕咧食尔。嘿，转就拍脆就好啊。所以咱等者有拍的机器嘛，吼，拍落吼，拍脆较油，咱转就较出味啦。啊，你也要来紧做粉，就是咱直接做药粉安尼较落去食尔。这个看起来佫像迄个做目镜的烤刀啦，所以这是要。做啥物用？这个较特别吼，这个你看这个，你有看这个物件？满清10大酷刑之一对吧？啊，这是要创啥？做蛋卷。这就是吼，当归专门利用的。当归压扁吼，先咱要调扁，因为调扁的，就是吼，咱调扁加较快，吼，切开较大片嘛。而且当你用的时阵，伊较袂叮当。吼，你啊用的物件其实咱用的时阵，伊会叮当吼，也会挂着手，所以咱的动作就是咱鱼要变了，吼，鱼要变了，啊，咱摕过来吼，啊，当归其实这台吼会放伫一条椅仔头顶吼，啊，中央一空，所以咱这个物件缀入了，往前啊拖落了对无？伊就是吸伊一片一片的为遮走出来。吼，啊，所以这台是专门哩用当归的，吼，当归切片的。啊，尾啊，就慢慢啊研发，就是咱机器用手夹的。尾啊，慢慢研发就是插电的，吼，就是安尼夹。所以是早期就是当归拢是用安尼拖，啊，有的是用安尼烤皮安尼啦，拢有人去用。拢有人去用。那这是要对付哪一种的？要对付哪一种？这其实叫煎菇啦。煎菇，就是爱甲阮的药材，甲煎脆，还是煎破。像咱拄讲的这个草果，伊的籽是足香的，无甲煎好破，香味袂出来，所以一定放落，就是爱甲煎甲破去，破去了后，伊的籽走出来了后，再去抓物件，还是要做卤包，还是做麻辣锅，安尼才有味安尼。哦，所以煎破进前，你无味，啊你煎看，有一点仔，有一点灵应味，啊你迄个煎过咧，给咱有。煎过规个味拢出来啊！你偏一香，差足济，足够的，这味真啊加足够的。是啊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其实这就是伊的作用，有煎甲无煎的差别啦，就是有煎甲无煎的差别。所以现在有的物件爱煎，有的物件无煎的原因就是安尼。对哦，原来是差别啦。其实讲到你拄仔讲到迄个做迄个火锅内面这用料，其实咱的生活当中吼，有足济迄款就是中药材伫咧咱的生活当中。亲像咱食的物件，上介上运用到中药材有哪几种啊？咱上接食的素心汤，素心汤对无？因为足侪人当做素心汤就是食材尔。吼，其实素心，吼，淮山、莲子、芡实、茯苓对无？这4味药啊，基本上拢会使食落。是讲茯苓你食时阵食稍稍吼，口感较无好啦。啊，所以足侪囡仔讲，伊拢毋捌食过中药，头慢素心汤都捌食过，吼，当归鸭嘛食过，吼，啊，姜姜母鸭嘛食过，啊你。羊肉都嘛食过，你逐个食的物件，其实在拢是中药哦，是因伊好食，你感觉芳的物件无算中药。做者咱食的物件，吼，咱伊讲像胡椒啦、香料，迄全部拢是中药呢。所以其实足济，吼，咱香料类煮食的物件拢是用到中药一个部分啦。
有诶卤包啦，嘿，我想要卤一豆干，我想要卤一鸡腿，其实遐卤料、草果啊、八角、胡椒粒啊，拢是想要食好食的用的嘛。啊，但其实欧洲人嘛足厉害哦，伊想要用一个热红酒，嘛是用这个拄来看的肉桂棒，嘿，丁香，嘿，八角，这物件来去。吹伊的热红酒，吹出来就是足香的一个热红酒。但是中药的这个文化，其实行到咱饮食文化，真侪咱的人客行入来咱的中药房，想要食好食的。阮爸就一句话，你无好食拢免讲。所以阮拢特别拢会研发迄个好食的料理性的这个中药的药方，来互咱的人客来去使用。咱的亲像柯老板哦，因为你有一个汉药行吼，那当然啦，就是讲为恁阿公、恁爸爸到即马你的手头，你对这款汉药房的这个文化，你有想要敢若拍拼落去无？还是讲你要安怎家己做，会当将这个文化继续家己探紧落？好食物件最重要。过来就是因为阮有一个文物馆吼，中药文物馆推广咱中药文化。表达在中药其实除了咱的好食物件以外，有一寡像讲咱这药材有咱的器具的文化、药材的文化，继续咱要用 DIY 体验的方式、养生课程的方式吼，去人做介绍，可以慢慢发展起来。这是我目前咧做啦，希望会使中药文化会使发展会愈来愈好安尼啦。周老板，因为你是算是少年辈哈，那少年辈你当然就是一寡有想要创新这个想法啦。你对恁家己的药房，或者是讲这汉药这个文化，你有啥物款的期待？其实我是一个最爱旧的文化的人，所以我是想要把这个药房的文化，拄喺边啊这个药签的文化，拢爱甲传承落来，互当现代人了解旧的文化，旧的。这个过程是非常美丽，甲旧的物件创新文创化。你有文化的根，你做文创的时阵，你就有迄个精神，精神你就会传落来。互当现代较少接触这款旧文化的人，嘛了解，了解了，伊就会介意。对。一间汉药房吼，拢知影讲吼，咱人都会碰到辛苦病痛。不过，这个汉药房呢，唔若讲伊是伊的外单，或者是伊家己独门变远的内单，其实拢会当证明讲，这是拢是对咱的社会是一个真温暖的所在。民众去到汉药房，唔若是去拆药啊，也是当去个所在交流到无共款的情感。虽然讲英国的人呢是食汉药为着治病，不过即马呢现代人会当使用汉药来帮助家己的身体愈来愈好，这也是一种生活智慧。刚才今仔日邀请两位专家来到现场，甲咱开讲，分享遐尼济，非常多谢两位头家来到现场。讲到一间汉药房是饲了几落代人，伫咧迄个所在，唔但有药啊味，也有人情芳。这贴药啊味呢，叫做人情味。不管是几碗水转几工，只要不时来到这个行搭，保证你身体好当当。这是台湾款，我是嘉豪。后礼拜同一时间，咱再相会。非常多谢老师，感谢，谢谢。